台湾是一粒自然生态真澎湃的岛屿，四界拢有真侪古水佮趣味的生物，咱毋免走足远来当看到因。会使讲因就住伫咱的厝边。今仔日有3只细尾虫，要甲带路虫阿婷做伙四界扫。咱即马就斗阵来看卖啊！今仔日因会找到啥物？阿婷，你在创啥？嗨，恁敢有熟悉即只？豆棍啊！对，我伫遮咧观察即只豆棍啊。啊，你刚才伊啥那要安尼一直选，一直选？因为无土，伊爱种。无土，微伤细。微伤细哦。伊一定爱种收起。伊一定要种伫土内底收起哦。其实是因为伊个惊吓。其实咱就算无甲网吼，伊放安尼，伊嘛是会一直想要找所在种落去，因为因是一种讨厌光线的动物。啊，你敢知影伊的头伫倒一边？因为伊向迄边行。伊向迄边行，啊，毋过伊有当啊尾溜嘛会叮当呢。嘿，伊身躯遮有一只，敢有看到？伊即只甲别人特别无共款。吼，啊，有即只的迄边就是伊的头。我即马等下要叫恁做伙去冰石头，像咱对面的啊，还是后壁遮啊，找其他讨厌光线的小动物。啊，恁敢知影冰石头还是冰叉壳爱安怎冰较安全？向另外一边冰。有2个方向，恁咧冰石头会当安尼冰，会当安尼冰，恁感觉对一个较对？安尼冰。莫按这边冰，因为若冰安尼，伊可能就走过来咱遮对吧？啊，所以咱会当向这边冰。不过向这边较看无。啊，所以你会当安尼看，吼，安尼咱并起来时阵安尼看。好，所以恁即马知影石头安尼用啊吼，安尼我要分工具加死互恁，啊，咱等下做伙冰石头还是冰叉壳。野光的虫拖无介意光线，常常住伫咧石头、叉头，还是树皮、树叶啊下底。因大部分是食有机质的分解者，算是菜草拢食。若是见着光，就走敢若飞。所以若是要观察因，骹手就爱较溜咧哦。咱同即个树哪下骹看卖啊？这石头你敢有变过？阿弟。哦。安怎？什么代志？你要看无？这是啥物？你安尼看啊？你看伊中，你看伊中有一条白白。落来亲情。这落来亲情，这叫做啥物？软软对吧？伊叫啥物？做一只迄落。这只无共的，这2只较无遐尼惊光，啊，毋过咱拄啊好，才拄啊咧冰石头看着，因的身躯有啥无共款？啊好，摕较过来互你看。一只细只。因除了一只大只、一只细只以外，我连着我。佫有一个足趣味的所在哦。这2只拢叫做叉鳍，还是软鳍。啊，毋过这只较趣味是，这只伊佫有小可有壳，伊佫有保留一点仔壳。我的手头拢有黏黏的食饭的，你看只。对啊，伊行过拢会黏黏哦。足够水啊，恁头拄仔咧无用的时阵吼，我嘛掠着一寡虫，这叫做臭生崩。你敢知伊啥叫臭生崩？因为伊的味是臭生崩。敢有要闻看卖无？你要闻看卖？我要闻。伊即摆无臭生，佫有一只这恁敢有看过？鸡母糖。嘿，鸡母虫伊嘛是拢藏伫咧土底。安尼？伊讲种啦。会讲种对，伊讲种的时阵有当啊做先。我种正要甲你加会疼。哎呦，足臭诶！足臭的吼，你有闻到吼？这是一只家蛇。这种家蛇吼，伊伫咧厝咱看袂到，这是正土家蛇、藏土家蛇。走入紧诶。伊拢会走到土内底，你看水无去啊？恁敢知影因伫咧土内底是毋是拢看无啥有？对。啊，因就无靠目睭对吧？对。啊，恁若是甲目睭盖起来，恁敢有法度像因共款找着咯？咱等下试看卖好吧？有法度啦，我等下互恁比赛。你轻轻放下就好啊。我要甲打。好，安尼。等下用这甲恁的目睭掩起来。啊来咧。啊，看恁敢有法度行直线。啊，你若准备好甲我讲，你就会当出发。啊好啦。好，开始哦。惊到死。足强诶。足强诶。啊，黏着啊，黏着。
哦，结束，啊，那遮厉害啊！但是弟弟尔，一定尔好，换第二个人。快点画吗？快点画吗？好惨。OK，开始。哦，足强。到头看啊！有，我嘛唔信我家己啊。你嘛唔信哦？强。好行。我会惊歪咯啊！跟我歪歪。哦，啊无啦无，足强的呢。真正看无呢。这都无病哦，全唔是这病哦。啊，顶莫讲啦。哦，对，谁这边？好了，再莫就行，弟弟行。过了。你来，看你的，还是点点啊尔。你睇多，你睇哈。恁感觉暗时啊出来外口找糖过？唔捌。唔捌咯。其实有一寡糖吼，因是你是啊咧休困，暗时啊出来。啊，恁讲是想要看这种糖？是。啊，我等下要请恁甲我斗相共，咱爱用一寡家私，啊，咱要来成一寡会青光的糖，就是因暗时出来，而且因个会青光，也有可能是。应该无加抓吧？还有啥物加抓哦？那是有加抓，我特别登去啊。啊，毋过暗时出来的糖，要飞，还是要刷叮当，有当啊因会去看天顶的天星啊，还是月亮的光。我今仔无天气嘛无光。对啊，所以这种你上好，因为咱的电火，咱点起来的时阵，伊就会去互咱醒过来。青光的昆虫有真侪种，因会向有光的所在飞去，所以咱会使点电火，照白布，甲因醒来。电火上好是面对广阔的松林、山谷，安尼会互较侪虫看到。毋过月娘亲像暗时的日头，咱用电火要甲伊输赢，可能嘛是真拼哦。咱即马甲电火拢甲伊拆起来。啊，咱咧等的时阵吼，因为这差不多爱等一困啊，因才会足侪虫来。咱先走啊！咱要去看一寡暗时出来，毋过伊袂去互光吸过来的虫。哦，咱先去洗洗。好啊，三回。恁先莫出手，先莫出手哦，恁先莫出手哦。这只是豆丁，啊豆丁是你是卖个帮，你是啊，你做出来对吧？卖个帮。恁看伊目睭敢有开起来？有。有哦。嗯。目睭已经闭开啊。等者，你莫家己掠，不是我在用汉镜甲。恁先看，恁先观察，因为伊即马无啥会叮当，是因为伊头拄仔咧已经咧困。上你背啊！噔。哎，莫家己掠，莫家己掠，咱继续去看其他。我走去啊。拜拜。拜拜。再会。阿弟，咱去顶起嘛是暗时24点钟的。稍微听听。啊！听听。你到底遐？哦，这嘛是只水加爪。你甲掠起来！掠起阿顶加油哦！就是伊。哟，恐怖！你看伊的，你看伊的头前一个做成个月娘的。你要甲伊对后边啊？我甲你讲，汤吃啊！伊袂变哦。加爪最厉害的就是因会当身躯足变的所在嘛软会过。伊这加爪甲咱厝里的无共是伊的胸坎即块房啊，甲伊的头拢砸掉。恁敢有看到伊的头伫倒？无。无吼，我变过互恁看，伊的头伫遮。哟，恐怖！伊的头伫即边，吼，伊拢藏伫咧下底啊。你想要看个会惊哦？用我背啊！哎呦喂喂哦，这有一只恁的好朋友，敢要掠看觅？好啊。好，恁掠看觅啊。哦，敢有看到？四脚啊！四脚对无？四脚嘛是暗时出来的吼。你脚真甲挂入去啦。啊！我想到了，我完了。大把酒的酒，大把酒，我要规楼拢掠咧。好。你要甲掠哦，但是我掠了后哩，啥呢？足好摸的哦。
我伊敢有毒？无啦。放你去，恁拢闻看卖，啊落互你放放就好你食。吗？啊，你先甲顾的，啊莫甲切哦，伊准软的。我一下嘞，你食，该你查条子，嘿啊，无共款。你吃是下袂？恁敢要我摇球啊试看卖？摇球啊会安怎？有水滴了。落雨，落雨咯！好，小朋友，咱转来看咱的网仔顶面有啥物虫无？哇！哦，足济呢。这个毛神啊！啊，这只你看这只白色的鸭，这只敢有成鸟啊屎？无小无行，无超无行，要求差伤济。这只，臭牛啊！这只青青的，这只是臭牛啊。这是边针牛啊，这针牛啊嘛是暗时啊，咱点电火定定会来。伊莫甲咱整，咱甲整。哦，莫啦，安尼想要互伊动你去。要会动去，我甲你。好，啊，你来注意脚底哦，莫甲因打到哦。哦，这有一只天线鸭呢，这种的天线鸭，那就这样。袂甲你加啦。我有敢看。你甲讲。哇，这只草牛啊，足水，金金呢。我要起来，伊脚上迄落咯。恁敢知伊啥会生电火？唔知。有一应寡该甲光的所在较安全。光的所在较安全咯。其实有一寡啊吼，是因为因用光要去做参考，啊，所以迄虫因就会当用即个日头还是月亮的光去做判断方向。好，安尼咱先看到这，拜拜。拜拜。帮我翕一只。好。我这位老阿伯听就完了，这位。豆棍仔因无目睭是靠身躯特殊的感光细胞来感觉光暗。互豆棍知影家己互光照着啊，爱赶紧钻入去土底，若无可能会互日头晒做干哦。恁的，较早掠过就大只的神呢。啊，拄啊，恁掠的物件拢放去啊吼。你要看你也无爱管。慢慢看你的屁，伊会早入去你的鼻孔内底，我甲你讲。你讲，你当食的口，我甲你讲。到来要看看麦。无啊，我会去拔起来就疼。